后来这个天气是有够热，有济人会到合欢山佚佗美热，但是乱象原来未少。讲竟然有人伫个武岭停车场来烧银纸，调这个监视器，发现是一男一女，已经甲影像甲车牌号交予警方。 烧一半的纸钱甲火符拢放伫咧停车格，有民众看到就随翕相铺上网，因为这是合欢山武岭的停车场。 民众发现的时间是昨一透早，透过监视器会使看到，当时已经有袂少游客。7点半，清洁人员到场嘛发现，警方接到通知嘛随到现场。林业署接到消息嘛赶紧调监视器锁定一对男女。初步掌握疑似当事人的车牌，本分署已将相关事证报请保七总队第9大队。林业署讲，若是经过查证，两人真正伫咧停车场内底烧纸钱，就会依法开3000以下的罚款。休热期间，这款的乱象是愈来愈多。 6月底，有人伫咧暗空公园放烟火，刷来武岭的停车场，嘛有找到烟火阿爸。阁有人伫咧元芳的停车场内底煮食，拢互人开单。即马阁敢若有人烧纸钱，林业署就呼吁，不管是放烟火、煮食、烧物件，拢有可能会引发到山拿大火，民众千万唔通违规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